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咁啊埋邊咧武林寶典快閘嘅杯嚟嘅，響出邊啊佳運發啦，武林寶典守住第3啊，落後個零身位咧，仲見到運來勇士啦，內欄第5仲有呢隻駿馬之寶啦，當家精彩外邊第6啊，第7位仲有兩區好友藍衫紅帽嘅，後啲嘅嘛妙齡路馬珠精英啊，咁啊尾3呢就電信驕陽，尾二橙衫啊爭王啊，響後邊仲係勁蝦王嚟㗎。好啦，入彎啦，千杯就係佔先嘅，見到武林寶典側吹2踏開始追佢啦，跟住佢後邊呢，駿馬之寶咧都揾到位咯喎，外邊當家精彩追啦，出邊良區好友啦，大外檔仲有隻爭王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埋邊武林寶典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，外邊駿馬之寶咧上嚟挑戰，兩匹馬相當接近啊，進佔第3，仲有良區好友當家精彩，贏馬嗰匹埋邊武林寶典一路頂到啊，外邊駿馬之寶都跑啱晒，追足成條直路，似乎過佢唔到啊，咁啊至於第3名嘅馬呢，外邊良區好友就藍衫。入邊6-3當家精彩咧，亦都係比較接近㗎。贏馬嗰匹